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衣食丰溢，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跟随耶稣，我的主，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衣食丰溢，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带下你国度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
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把我们冰冷的心溶解，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把它化为赞美之泉。让我们张开口，举起手，向永生之主呈现，是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把我们冰冷的心溶解，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把它化为赞美之泉，让我们张开口，举起手，向永生之主呈现，是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让我们张开口，举起手，向永生之主。万军的耶和华，你徛起的所在怎样遐通意爱？我的心心乱无耶和华的殿院到昏去，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我的上帝求救。万军的耶和华，我靠你的人有福气。
请来吟圣诗第273首，至尊的主宰，上帝是圣。至尊的主宰，上帝是圣。至尊的主宰，上帝是圣。咱伫伊面前，着恬静恭敬，心肝着谦卑，承受真理，心倾泻乌落伊极大的慈悲。主上帝全智，伊恩典无限。主上帝至大，伊赐福予咱。请起立吟全首。做声来读《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路因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文第11篇记载伫圣诗后壁面1007页。启应文第11篇记载伫圣经后壁面1007页。现着咱三角来交读。罪得到赦免，罪过得到撤销。上主无算伊的罪，国心无奸诈。我若点点无认罪，你的手暝日重重刑罚我。
我有对你排列我的罪，我一定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你有赦免我犯法的罪，安尼，虔诚的人会通找到你的时，拢着对你祈祷。大水泛滥嘛一定会淋着伊。你是我闪避的所在，为庇佑我脱离艰苦。你会用得救的我性命为我，我要教示你，只是你应该行的路，我要主目看你，眷顾你，毋通亲像马、骡无知识。要用马加张，马力所约束才会安稳你。歹人会受真侪痛苦，毋过我靠上主的人，有自爱性命为伊。义人啊，恁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心正直的人啊，要大声欢呼。请咱同心额头来祈祷。亲爱的主，我靠你，我要阿罗你。我的心自在，因你拯救阮，脱离凶恶，享受平安。互阮伫咧黑暗中无跋倒，伫耶和华的光明中来行。主啊，阮伫你的殿内少念你的慈爱，愿阿罗你到伫地极。感谢你眷顾土地，落雨灌纳伊，也感谢你带领阮经过充满挑战的每一日。伫阮的家庭、工作、信仰顶面，拢诚做阮的帮衬，也是阮通群地的好模范。主啊，恳求你显明阮伫咧日常生活中稳捌的罪、看轻的罪、毋敢面对的罪，一切对阮有害的罪，求互阮看见。教示阮来悔改，阮虔诚来到你的面前，为着的是要得到怜悯。求你赐落圣神，做阮随时的帮衬。这个时阵，阮需要你的光来照。阮知影，若无圣神同工，阮会继续沉沦伫咧罪中间。充满慈爱的主啊，求你的光久长做阮的拯救。耶和华啊，求你应阮。因为你的慈爱是好，求你照你慈爱的丰盛活过来看我。阮看到即马新冠肺炎的疫情也未结束，也有真侪人为着这来受苦。台湾即马虽暂时平静，毋过还阁需要教育的疫苗来保护，才会当救阮脱离惊吓。求主怜悯看顾阮的软弱。阮愿意搁一摆将性命的主权完全交托伫你的手中，因为只有你才是上安稳的徛在。愿你加添阮的信心甲智慧，伫困境中倚靠你，得到搬过一切人所会想袂到的平安。阮也为着教会中身体软弱的肢体代祷，求主减轻因身体的苦楚，刷走因心灵的担忧。求主赐因充足的体力去甲病厅交战，也为着疫情中间工课甲生活变动的兄弟祈祷。伫咧充满压力的日子中间，互阮会当看见即位目睭看袂见的主，互阮平静安稳，人生得到快乐。阮也为今仔日过个礼拜的定事甲服侍的同工来祈祷，求一切顺利，也求主赐落安静的灵。互阮伫咧信息中得到受灵的养赐。阮也要同齐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讲：愿伫天立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的食干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伫传日刺。就叫阮脱离迄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愿求你让我求，主听我祈祷。
中受上帝的话，乌老。今仔日圣歌队要献的诗歌，题目是《求主甲我带》。今仔日的圣经记载伫个新约路加福音8章1节到第3节。新约路加福音8章1节到3节，伫个新约部分第75面。
现着请听我来读。过无几日，耶稣四过行，逐个城、逐个乡社，宣传来报扬上帝国的福音。12个学生也甲伊去，也有几若个妇人人，有的捌犯着鬼，有的有破病，但已经得到医好。其中有满日的玛利亚，捌有7个鬼对伊出去，阁有西律的管家苦撒的某约翰娜，阁有苏珊娜。以外，还有侪妇人人，拢用因所有的来服侍因。以上，今仔日进度的题目是圣经中的妇女对边仔来的声音。圣经中的妇女来自边缘的声音第10讲。各位亲爱的弟兄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上帝，互咱经过3个月无实体礼拜以后，今日头一摆，咱会通同心自执伫上帝的殿来去做礼拜。我相信这3个月的时间，咱心不知烦恼，也不知着急，特别是咱看见疫情伫拄开始一直咧严重的时阵，咱嘛会去烦恼，是毋是咱也会去染着病毒？总是感谢上帝，特别人民台湾，互咱伫即个所在徛起。虽然爱去面对遮尔严重的疫情，但是通过上帝的带领，也咱政府真认真在做防疫遮等等的工作。互咱伫3个月过去，也看到咱整个台湾实在是一个真幸福的所在，互咱有真好的控制。前几工有听见美国的一个牧师，拄要转来到伫台湾牧会，伊讲美国是停止礼拜17个月，无实体礼拜17个月，所以咱才短3个月。这对咱来讲，真正是上帝互咱的恩典，咱着爱好好珍惜。咱搁较要紧的就是爱去遵守政府所规定遮种种防疫的遮个工作，免得咱搁互遮即个病毒来搅扰我相信咱台湾人拢是真愿意听政府的话好好做防疫的工作。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每一个礼拜。对即礼拜开始有迄实体礼拜，咱也会通遵照教会的一寡规定虽然真无方便啦，入来搁爱去扫迄个 QR code，你也无手机，搁爱家己登记，搁爱量体温，搁爱消毒等等，搁爱坐遮尔快的位置总是这是为着要互咱伫咧整个礼拜中间会通感受到搁较安全即款的气氛所以就请咱兄弟。就是爱遵照咱教会遮的规定，确实来遵守。伫即3个月中间，也知影讲咱生活有一个真大的改变。像是咱伫教会中间也有真大的改变。我相信咱拢知影草马伫拜五，互主来接去。这对咱来讲，咱实在是想袂到。但是伫信仰的顶面，咱只有相信上帝安排是，伊看做是上适当的。咱伫这中间也未免有一寡艰苦毋甘但是求主上帝安慰咱的心，特别是安慰曹璇甲曹平因的心互因伫这中间也个人看见上帝。有缘甲因三甲伫地，上帝有缘伫带领甲引带，咱同心来祈祷。人的主上帝，阮知影你体贴阮的软弱，你知影
当阮每一摆伫咧跋倒的时阵，你来到伫阮的骹前来扶持阮，互阮会通继续向前来迈进。做阮伫人生的境遇中间，难免有侪侪的困境。阮相信，主你有缘在带，好亲像拄则圣歌队所吟的诗歌，主你永远甲阮大。因为安尼，阮就无任何的惊吓。主求你也帮助阮，互阮伫咧经过3个月无实体礼拜，当开始，阮阁会通阁一摆来到伫你的面前来敬拜，这是何等大的福气！求你互阮珍惜这个时间，上时也会通好好来思想阮甲上帝的关系。阮要将今早起所要领受的话语，求你来带领，互阮通过圣神的感动，也知影你的心意，也的确照伫你的话语认真来行。祈祷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以往伫咧举办青少年营会的时阵，就有即个团体动力，团体动力即个活动的中间，通讲是营会内面上会通吸引人，吸引人即个节目。若是伫即几工营会中间，简单要听专题演讲，也是讲每一工拢爱陪灵会，我相信大家一定感觉足无聊的，无有人想要来参加即款的营会。因为来参加即营会的人，拢是一寡青少年，坐袂牢啦。你讲叫因规工拢坐伫迄个所在听演讲，实在是坐袂牢。所以就要设计一寡活动，互因通振动。伫即个团体动力的活动中间，我真爱即个资源前线，资源前线即个游戏。听即个名称就知影讲，就是要互所有的参加的小组，才有指挥官的命令，将指挥官所需要的物件带到伫伊的面前，用上紧的速度带到伫伊的面前。听候指挥官来清点，确定讲无错误，即个小组就会通得到1分。有时阵指挥官调故意，要互即个游戏搁较具有挑战性，搁较有挑战性。所以就会出一寡难题。亲像讲，爱小组去掠5只公的狗遐，5只母的狗遐，你也知影去分别什么是公的，什么是母的。总是就掠10只狗遐来就对啊。有诶就讲即个要去摕一条粉红色的鞋带，以早用粉红色的鞋带较少也是讲一寡较特别的色彩的即个鞋带，因就爱赶紧去找。过来就是去找一支头毛伊至少爱30公分长所以就开始去找迄个长头鬃的去挽伊的头鬃所以伫即个游戏中间，咱会通看见有的人真正是真积极去找遮个物件，然后倒互嚼，摕到指挥官的面前，互伊清点，安尼才会通得分。但是咱会通看见有一寡人敢若无啥物意愿想要耍即个游戏，所以就伫遐真安静点点，拢无要采取任何行动。我进前做兵的单位，叫做陆军后勤指挥部保修署。后来即个单位伊进变了，变做是国防部联合后勤司令部。啥物叫做后勤？后勤伊的意思，其实真简单啦，真简单就是支援部队。当即个先锋部队伫头前咧征战的时阵，因若是枪支拍了，即个弹药拍了，要安怎？所以这后援的部队就要赶紧将这个物资送到伫前线来补给。安尼伫头前咧征战，这个先锋部队才会通继续来作战。迄时阵，我的长官有特别甲我吩咐讲，千万毋通看轻即个单位，毋通看轻即个后勤部队，伊是真要紧的。若是减少后勤的援助，前线有可能就会战败。
其实伫福音的事工顶面，后勤部队嘛是一个真要紧的单位。无论是传教士的培育工作、宣教经费的募集，也是福音策略的研发等等，拢会通真做伫前线咧征战传教者真大的帮助。耶稣伫三里外传上帝国福音、上帝国信息这过程中间，咱嘛会通看见有一支后援部队，伫耶稣后壁面咧甲伊支持。这互耶稣甲门徒，伫咧前线咧作战的时阵，无有任何的烦恼。也遮个后援部队，就是军队伫耶稣身躯边遮个俘虏。今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伊的主角，就是今日咱所要提起的莫大涅的玛利亚。莫大涅是踮伫加利利海西北边，咱看地图，西北边的一个所在，伊是一个渔村。这个莫大涅的玛利亚，伊也是军队伫耶稣身躯边的俘虏之一。咱若看4本福音书的记载，会通知影，除了耶稣的老母，伊的名叫做玛利亚以外，也有3个，嘛是称作是玛利亚的妇人人，伫耶稣的身躯边，成做伊的门徒。其中第一位就是咱拄则所提起的莫大涅的玛利亚，另外2个分别是伯大尼的玛利亚。伫顶礼拜咱讲道中间，顶礼拜咱搁伫山顶啊咱有提起伯大尼的玛利亚，伊甲马大是姊妹，伊小弟即个列撒罗。搁另外一位是基罗巴的某玛利亚，是记载伫约翰福音19章25节。咱若有时间来看即段经文，就会通知影讲，当耶稣受钉死伫十字架顶的时阵，有几个妇人人伫耶稣的身躯边陪伴。其中一个就是即个基罗巴的某玛利亚。因这几位拢是伫耶稣踮伫福音工作顶面真要紧的后援部队。玛利亚这个名其实是一个希腊文的名，叫做 Maria， 伊希伯来文是 Miriam， 所以就是摩西说这啦，这个名其实伫犹太社会中间真普遍啦。咱讲菜市仔名啦，好像耶稣，耶稣这个名嘛是足普遍的，嘛是伫犹太社会中间是菜市仔名。为着要分别这军对耶稣的妇人人，所以作者伊就挑故意讲伫头前，系讲伊是对什么所在来，今日所讲的莫大涅的玛利亚、伯大尼的玛利亚，也是讲。即个什么人的某玛利亚，等等，安尼会通去做一个分别，免得讲来混乱去。为什么莫大涅的玛利亚会成做耶稣的门徒？根据今日咱经文所记载，知影耶稣捌对伊的新丈赶出7个鬼。为着要报答主的恩典，即个莫大涅玛利亚就开始跟对耶稣。并且用伊家己的财物提供予耶稣甲伊的学生来使用。过去伫教会传统的中间，常常会将莫大涅的玛利亚指向路加福音第7章37节所提起的迄个妇人人，迄个玛利亚，伊用迄个香油来抹耶稣。伫经文中间特别提起，即个摕香油抹耶稣的妇人人，伊是一个罪人。另外一个所在是约翰福音第8章第3节，有一个妇人人，伊咧行奸淫的时阵，互人掠着，然后带到伫耶稣的面头前，求耶稣要甲伊判罪。通常咱过去的教会传统，拢会将即个莫大涅玛利亚指引即2个玛利亚。总是即款的推测并无根据啊！毋是，即个莫大涅玛利亚毋是即2个即2个妇人人。伫经文的中间无指出莫大涅的玛利亚是一个罪人。
经文真简单，会介绍是讲，伊捌互鬼烦着尔。有7个鬼踮伫伊的身上，然后耶稣甲伊医治。若是咱过去有遵迄款，亲像过去教会传统的观念，讲啊，伊是一个什么款的人检测咱今日爱重新 update 一下毋是安尼的记载，毋是安尼的记载。莫大了的玛利亚是另外一个军队耶稣的负责人。有学者就指出，这个作者伫遮挑故意将这负责人的名下伫圣经的内底记录落来，是为着要显出因伫福音事工顶面的重要性。毕竟伫迄个时阵，妇女是常常互人看轻的。过去咱一直咧强调，妇女伫迄个时代是互人忽略的一群人。所以经文一开始有提起，过无几日，耶稣四界行，逐个城、逐个乡社，宣传来报扬上帝国的福音。12个学生也甲伊去，也有几若个负责人，有诶捌犯着鬼，有诶有破病单已经得到医好诶。所以咱人看见踮伫耶稣的身躯边，毋若12个学生，也有侪侪的负责人。这表示讲，负责人也是耶稣身躯边真要紧的角色。刚才咱无学伫发现，教会中间伫咧福音事工推展顶面，会互人忽略的，毋单单是妇女那定，甚至咱看见即个年老的，也是讲青少年，甚至儿童，这常常也无受到关心，拢是真有意思。咱定定拢会将老人是智慧的象征，青少年是将来教会的条然后儿童，互咱看见愿望，互咱常常将即款的口号放伫喙内咧讲。但是咱是毋是有真正来看着伊，互伊会通伫教会圣工顶面有份？我相信，若是咱伫教会中间，拢会通人尽其才，人尽其才。咱看到每一个人拢有伊的恩赐，会通伫教会来兴旺。我相信福音伫咱的教会中间，一定会通广传。那呢，咱会通对这负责人的身上，看见一项事，就是讲，因拢用家己的财物来提供予耶稣甲伊的这个门徒。对这个记载，咱会通知影讲，这负责人其实是厝内拢真有钱因为算讲因的厝内拢真富裕，所以因透过经济这个资源提供予耶稣甲门徒，互因的生活无有任何的看虑。其实这款的援助，并毋是讲无妥当，因为伫犹太社会中间，律比就是爱瓦克这个门徒，提供物件来互因的老师来维持生活。伫早期，咱知影讲学生若是要拜师学艺，就爱摕嘛，素烧。简单素烧是啥？就是肉干啦。素是啥物意思？素是一罐，一罐就是有10个，迄叫做素10个缩做一个所以素烧是有10条肉干啦你爱摕10条肉干去拜师，去拜师学艺。若无老师就爱怎，就爱摇巴肚伊就是靠学生提供这个学费。有影，咱看见对长时间伫外面在报道传福音的耶稣甲门徒来讲，因通讲是无啥物所在通好徛起，也无固定的工作收入，所以只有通我靠这外来的援助。也这军队伫耶稣身躯边，佫特别有财力的妇女，就会通诚做踮伫前线咧征战，这真要紧的后援部队。现今教会中间
全时间参与伫传福音事工的这个宣教师。宣教师其实毋若是咧讲海外的宣教师，其实每一个教会牧者嘛是一个宣教师啊。所以有伫海外的宣教师，也有国内的宣教师。这个宣教师拢需要兄弟姊妹的支持。若是因有缘，就要为着生活来感觉担忧，实在是无法度全心全力来投入侍奉的工作。所以保罗先生有特别针对教会工作者黄正人来教导讲，后伫你教会长老就加倍尊敬伊，遐个着无伫讲道理甲教示的，搁较着安尼。因为圣经讲，无五国的牛无伫人伊的喙，搁做工的堪伫受伊的工钱。咱伫教会初代教会中间，即个长老，伊就是咧管理教会，搁称作是监督。伊是教会中间的专职传教者，伊受主耶稣的吩咐，爱来管理教会，并且用上帝的话语来养饲这羊群。所以教会理所当然就爱好好款待因。咱知影全职的传教者，真正毋是一般的人会通来胜任。除了爱有真清楚对上帝遐来的呼召，搁较有迄款，就是尽忠到底死，迄款的精神啦。教会也需要提供适当的生活所需要的，就是这咱讲社礼，来帮助这的牧者会通专心伫牧养羊群，伫你教会工作顶面。当然，全职的传教者也要相信上帝的恩典一定够用，无需要为着生活来担忧，搁较毋通甲教会伫遐争论社礼爱偌济。过去捌听过有一个传教者，拢甲教会争论讲伊的社礼应该爱偌济，这是无需要的。若无除了会互家己感觉真歹看面，搁较会互教会的同工甲兄弟姊妹，看轻啊。兄弟姊妹，虽然伫四本福音书的中间，关系莫大了的玛利亚的资料甲记载真正是真少，但是咱有会通过几位经文的记载，知影伊的一寡代志，并且对即中间来得到一寡信仰的反省。但是莫大了的玛利亚是一个知影报恩的门徒，伫今咱经文中间所记载，伊得到医治了，伊随时跟对耶稣，并且也将伊的一寡这的财物来提供给耶稣甲门徒。但是照教会过去的传统来看，莫大了的玛利亚是互人用迄个罪人的名来称伊的妇人人，拄则有讲。但实际上伫信仰上，咱所看到是安怎？人人拢犯罪啊！所以咱袂当干那看到莫大利玛利亚是一个罪人的身份，其实咱每一个人拢是罪人。但是自从伊互主耶稣医治拯救，就是伊身上的鬼受赶出，伊的罪得到赦免以后，伊就开始跟对耶稣，并且用家己的财物供给耶稣甲门徒。检查这拄拄是玛利亚伫咧经过性命的转变以后，甘愿对主遐来的领受，变做是一款恩典。迄款的对上帝遐领受恩典了，有一个行动力出来，就是尽伊的本分，照伊所会通做来侍奉主。基督徒就爱知影，咱伫遐未互耶稣，还未接受耶稣成做救赎进前，咱拢是共款，无法度甲上帝面对面，咱无法度亲近上帝，因为咱是罪人。但是因为上帝疼咱，甘愿将伊家己的独生囝，用伊的性命来赎回咱的确死的性命，除去咱一切的罪过，
互咱会通真心恢复上帝儿女的身份，进入到伫荣耀的国度内底。也既然咱是白白来领受遮尔大的恩典，敢无应该用全部的性命来报答即款的恩情吗？就好像保罗先生所讲的，兄弟啊，所以我用上帝的怜悯劝恁献家己的身躯做祭，是我的圣的上帝所欢喜的，这是恁心灵的服侍。检测咱无得发现有一寡较无成熟的基督徒，因的信仰是起着亲像迄个民间宗教信仰，有迄款的模式，或是什么款的模式，就是祈求啊，我用生命祈求，就是希望。然后我有对生命得到，得到了后呢，我才行愿报恩啊。这是一般民间宗教信仰的人的观念。我求，我得到，我才报恩。意思是生命若会通满足咱的愿望，咱就提供所讲的好处，来报答生命。这是有条件的。总是，若是生命无法度去满足咱所祈求的心愿，真自然咱就免去报答啊，免去生命答谢什么款的代志，伊也无甲咱回应，也无照咱的心愿来完成。所以毋免去生命答谢什么款的代志。其实即款的信仰生命的态度，是出对人甲人中间迄款利益关系互相即个伫遐款待的概念嘛，利益互惠啦今日我伸手甲你斗相共，明仔载你就爱甲我救一个。这真公平。这人甲人中间这款利益互惠，总是基督信仰的基础，并不是起造伫这款利益互惠顶面啊。也就是讲，毋是因为上帝为咱做什么款的代志，所以咱才决定讲要来甲伊信靠，也毋是因为咱为上帝做什么款的代志，上帝才要互咱什么款的恩惠。好像是保罗先生所讲的，因为恁对恩典得到救，是对神，也毋是出自恁本身，是上帝所赏赐，毋是出自所行，免得人夸口。所以，既然领受救恩的人，一定会甘心乐意上帝来献上性命的所有。第二，莫大了的玛利亚是一个毋惊死亡的门徒。这是记载伫马可福音15章47节，甲约翰福音19章20节、20章第1节。当耶稣伫克西马尼园，互祭司头的罗卜，掠到伫祭司头的厝，然后受到犹太公会的审问。迄天的暗时，咱知影所有门徒拢走了了，敢若因为因拢惊受到牵连啦。若是甲耶稣有关系，可能就是嘛是有遮个人掠去。咱看圣经记载是除了耶稣伊身躯边迄个所疼的门徒，要军队伫耶稣的身躯边。然后到伫过工的早起，耶稣伫各各他，互人钉死伫十字架顶的时阵，就敢若剩几个妇人人甲约翰留伫耶稣的身躯边。莫大利亚玛利亚就是其中之一。毋然呢，伫耶稣过活迄天的早起，天曝光的时阵，莫大利亚玛利亚搁较是大身来到伫耶稣的坟墓头前。伊是迄个大身来到伫耶稣墓前的门徒。所以马太福音有记载，也有另外一个玛利亚，也甲这个莫大利亚的玛利亚做伙来。咱对安尼通知影，世事就爱问着，因为甲耶稣有关系，煞互罗马政府掠去即款的危险。玛利亚犹原勇敢陪伴伫耶稣的身躯边，甚至是家己一个人前往耶稣的墓。
这证明玛利亚真正是一个毋惊死的门徒。有人讲，军队耶稣是着爱看死当做是真平常的一项代志，看死当做真平常的不归路，因为着爱有所牺牲，也即款的牺牲却是有价值的，因为耶稣会互咱更较丰盛的赏赐，就好亲像耶稣对军队的人所讲的。我实在甲恁讲，无有人为着上帝的国来放杀厝体，还是某，还是兄弟，还是爸母，还是囝儿，也无伫即世得到几若倍较侪，来世得到永活。两兄弟，咱伫咧军队耶稣的即条路顶面，是毋是一定有下定决心，看死当作是真平常的代志？第三。莫大利亚玛利亚是一个看见耶稣对死过活，并且是去见证，人见证上帝对耶稣对死过活的门徒。点在对耶稣的死，伊原抱着迄款的哀伤甲思念的感情，所以莫大利亚玛利亚伊伫安息日结束了后，隔工的早起。安息日是拜五暗时，一直到拜六的暗时，就是日头落山。拜五日头落山，一直到拜六日头落山的这段时间，就是安息日。伊伫安息日结束以后，一定是暗时啊，所以无法度去到伫耶稣的梦，伊只有听候到伫天曝光的时阵，伊来到伫耶稣的梦前，带着香膏，要来膏抹耶稣的身躯。因为拜五迄天耶稣受钉死的时阵是，真凊彩来安置耶稣的身尸。玛利亚从来毋捌想过，因为伊即款甘心为着耶稣献上迄款完全的疼，既然互伊成做头一个看见空的梦，也上时是也是第一个人见证耶稣对死过活的门徒。两兄弟，咱是毋是有伫众人的面前来承认，家己就是一个基督徒，并且愿意甲人分享福音的勇气？还是讲，咱总是避免伫咧公开的场合来，互人知影家己是一个基督徒？因为咱的言行举止有可能互人感觉真戆硬，就是原来基督徒嘛是安尼咧做。虽然有时阵，咱真正毋免开喙合喙，就甲身躯边的人咧讲，我是一个基督徒，咱免安尼做，因为基督徒并毋是用喙讲了准算，是爱咱的性命是毋是有互人看见耶稣？咱的性命是毋是有互人经验到耶稣？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主耶稣捌吩咐学生讲。恁的光，恁的光就照伫人的面前，互因看见恁的好所行，来归因光，互恁伫天里的爸。也保罗先生也安尼讲：，若是恁学习基督，故恁心性换新，像迄个新的人，就是照上帝用真理的义甲性来创造的。刚才咱会通伫这时阵，利用一点仔时间，咱来做一寡反省。咱的性命是要成做耶稣的见证，还是咱的性命是要互耶稣的名受到侮辱？虽然莫大利亚玛利亚伫圣经中间并不是一个大人物啊，不是什么大人物，也未捌做过什么款真大的事，甚至是互教会传统看做是一个罪人。但是，咱对伊的心上确实是看见，当性命去拄着耶稣以后，所发出最美好性命见证。咱会通对莫大利亚玛利亚看见这个见证。毋然呢，玛利亚伊的性命也提醒咱几项真要紧的信用课题。
伫拄则咱所分享的，诚做一个知影报恩的门徒，诚做一个毋惊死亡的门徒，诚做一个人见证耶稣对死过活的门徒。两兄弟，咱望会通诚做甚物款的门徒？期待咱拢会通会记得家己原起初军队耶稣的决心。虽然这毋是一条好行的路，但是咱深信主耶稣一定会甲咱相同行。拄则咱伫咧圣歌队所吟的诗歌中间，有特别提起主甲咱同行，主要怎样甲咱同行？而且有讲，面对凶恶，伫主我无惊吓。目屎边疼，有主我就免惊。无论死活，主要甲咱同行。咱相信主一定会甲咱同行，一直到咱将来进入到伫上帝为着咱每一个忠心圣徒所备办的荣耀国度。伫遐，咱就要领受伊赏赐予咱迄个丰盛的奖赏。两兄弟，咱用12个礼拜的时间，互来宣讲即个有关圣经中间的妇人人。虽然无所有的妇女拢有讲到吼，总是咱对遮的妇女的身上，较适合通学习，有做真侪信仰的课题。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伫每一个妇女的身上，会通看见家己，也对这个妇女的身上，会通看见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所做。好亲像今日莫大粒的玛利亚，耶稣捌对伊的身上赶出7个鬼，然后伊甘愿奉献伊家己本身，互主来使用。这是咱诚做一基督徒真要紧的信仰课题。求主帮助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伫万人的中间拣选阮来成做你的儿女，互阮有份伫上帝国度内底。主，这是何等大的福气！阮白白领受这个恩典，阮会通为主做甚物？就是献上阮生命的全部，当作活祭。主，当阮甲你见面，当你问阮，阮捌为着主做甚物的时阵，检测阮所会通讲的真少，总是阮知影主你欢喜接纳每一个服侍，虽然是至微细，你犹原真看重伊。主，恳求你帮助阮，互阮伫教会中间，也会通知影，阮是互主救赎的人，也阮愿意奉献阮本身，无论是阮的才能、阮的文书，也是阮的所有，甚至阮的性命，阮拢甘愿来献上，因为这是你所喜爱心灵的服侍。主，恳求你也帮助阮，会通清楚知影，阮为虾米要跟对耶稣。阮毋是要对伊的身上来得到甚物款的好处，因为耶稣伊家己本身已经将性命献互阮啦。阮只有会通看见，当阮要有气力的时阵，阮要认真来跟对主耶稣，学习伊的款式，成做伊的见证，也互福音通过阮的性命，互侪侪人会通来领受。主，这是你拣选阮，成做基督徒真要紧的功课，帮助阮，互信心充满，伫每一天拢会通活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祈祷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来吟圣诗第157首，我兴无救主耶稣。圣诗第157首，我兴无救主耶稣。我兴无救主耶稣，因为罪恶满满，心肝黑暗有犯罪，灵魂若死一半。爱得清气的水泉，互我罪过洗清，是对基督的保惠，得到赎罪成圣。请起立吟全首。上帝的话，答应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小主细向即事带领咱来奉献。请起立应奉献诗。
咱三甲来读今仔日的经句，记载伫咧旧部上下骹，是罗马人书第12章第1节，台语读2遍，华语读1遍，请做伙来读。兄弟啊，所以我因为上帝怜悯权能献家己的身躯做祭，是我的圣的，上帝所欢喜的，这是恁圣灵的护塞。罗马人书12章1节。兄弟啊，所以我因为上帝怜悯权能献家己的身躯做祭，是我的圣的，上帝所欢喜的，这是恁圣灵的护塞。罗马人书12章1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马人书12章1节。报告，请掀开旧报第3页。本会消息：今主日恢复上午10点台语堂的礼拜，为着配合防疫第2级的警戒措施，请咱爱留意相关的措施。第2点，敬听的从内政长老娘已经伫咧拜5下午1点05分按照主法的求主的人安慰为主，也保守带领续落来后事的办理。第3点，今主日下晡2点举行中职线上白话字基础班，欢迎有兴趣的兄弟嘛会当做伙参加。无需伫咧上课进前会将 Google Meet 的会议代码甲连结放伫咧教会赖群组。第4点，过无师夫妇本礼拜1到拜3会前往西湖度假村参加台北中华无家退休会，请兄弟代祷。第5点，本礼拜3查经基督会，查经由过无师主理，基督会由水泉长老主理，欢迎兄弟踊跃出席参加。本会也会同步用线上直播的方式来进行，欢迎兄弟加入线上基督会的行列。第6点，下主日是圣经学院奉献主日，请兄弟准备先为学院奉献。大多事项甲下周的讲题，请咱家己注意。奉献报告的部分，若有重大的部分，请交财务部通知。阁有下周的事奉人员，司会是詹淑全长老，司琴是林婉璇姊妹，司宪是周浩甲姚承恩、姚成温。大家名我会认真练习，请牧师补充报告。好，多谢玉芬啦吼，今日头一摆的聚会，感谢上帝，互即款真好的操练吼。咱特别伫即个所在搁再一摆强调吼，咱恢复实体礼拜，但是咱防疫的措施嘛是爱做了好吼。咱求上帝来帮助咱，互咱会通渐渐整个就无搁再有即款遮尔济限制吼。但是较要紧的是咱人若有做迄个疫苗的时阵吼，会通搁较减少迄个彼此传染的机会吼。伫遮用真哀伤的心吼来讲起即个草妈草妈伊的代志吼。求上帝怜悯吼。因为这真正是真互咱感觉真意外的代志吼。咱想讲拜一去手术，应该是有真好的即个结果出来。总是咱毋知影啥那上帝会即款的安排只有求上帝的怜悯安慰来保守甲看顾吼。
好，咱因为明仔载才会甲迄个众议社来讨论有关个别礼拜的代志所以听候迄个时间定落来以后才来兄弟宣布即个个别礼拜的时间目前即个殡仪馆嘛是对拜二开始开放80人因为即个防疫措施嘛是来做了较好势当然嘛是会欢，就是欢迎兄弟拢踊跃来参加草马的个别礼拜但是咱依然是尊重先互家属家属为主啦若是伫即中间阁有啥物款的名额咱才来用登记的方式来参加咱特别来安慰曹璇甲曹斌啦求上帝帮助因阁来有真侪代志爱去处理有真侪代志爱处理求上帝互因有够也的精神体力来处理遮个代志特别也保守曹斌啦互伊阁来伊有啥物款的计划安排拢求上帝来带领伫遮邀请咱兄弟姊妹做伙用一段时间来对书草马，并且咱替即个家庭来祈祷咱三角起立来为着即个家庭来祈祷。主上帝，阮伫你面前，为着草马离开，阮感觉真艰苦心。主伫你安排永远毋知你的心意，永远真正学伫接受这款的结果。阮学习专一伫信仰的顶面来顺服，阮求你继续来供应，互这整个各事安排真顺利，特别互朝鲜伊伫咧万里好事的这代志顶面，确实是需要来机会成就的精神体力，来办理过来做相关的代志，来保守朝廷的啥物款的安置，处理最上好的安排，我相信是可以这个高官或是有些其主，你知影阮的心真比白白，是因为阮知影所敬听的做长娘，阮的草妈，礼拜五下昼，互主你调转去主，阮为着这项代志感觉真意外，检察阮目前也无法度来接受，因为阮甲草妈是遮尔亲密的关系。阮看见即个忠心的女婢，怎样伫教会中间的服侍，伊是教会真要紧的同工，也是牧师的左右手。主，当阮听见即个消息，阮难免真艰苦，阮真忧伤。总是阮恳求你，怜悯阮的软弱，求你，互阮踮伫信仰的顶面，会通确信这中间上帝你的安排。主，阮也要将国内草马所要办理种种的后事，求你来甲曹璇、甲曹炳这兄弟。来三角地地，主有侪项事需要伫这中间来做办理，求你互因有够也的精神体力，甲聪明智慧，互这个代志会通办理互好势。主啊，帮赞安慰曹璇甲曹炳，互因伫咧失去妈妈的这过程中间。有你的安慰，有你的怜悯，有你的扶持，有你的照顾，
祝福因伫哀伤的这段时间，也会通经验到兄弟姊妹对因的关心。当阮替因代祷的时阵，互因搁较有气力来面对头前的路站。主，恳求你，互阮有一个哀伤的时间，总是你也拭去阮的目屎，互阮深信，踮伫主内面的，有一日，阮要拢伫天顶相甲见面。阮感谢你，煞了草马伫地面上一切劳苦重担病痛，互伊会通转去到伫你的怀抱中，伫个所在，甲草爸来见面。求你特别施恩祝福伫阮的中间，互阮虽然有哀伤，总是你拭去阮的目屎，互阮伫个追思怀念的过程中间，也学习草妈伊平常时遮尔热情，遮尔活泼，也甘愿为着主忠心做工，即款的态度，阮安尼献上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咱较等下礼拜煞请小会员吼，就劳部吼，咱有一寡代志爱参详，吼，求主来参详吼，互咱会通好好来办理吼。因为原本咱8月初8是爸爸节的主日吼，有要赠送即个礼券吼，是即马要，即马要来赠送吼，所以请咱在座或者的爸爸会通起立吼，会通起立，咱来赠送即个爸爸节的礼物吼，咱请来有一寡同工来协助。祝每一位爸爸吼，爸爸节快乐吼！特别咱中间有这个新手爸爸吼，这个周浩吼，咱即摆拢是买全年的礼券啊，所以较好去买物件吼。好，咱大家的爸爸拍拍我来甲因恭喜吼！祝因爸爸节快乐，请坐。来吟祝福的圣诗第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吟诗煞请过牧师祝祷，咱起立。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性的相通佮感动，甲恁众人常常三甲伫地，对即事直到主过来，阿门。请坐，灭道必会。